今個月初，一個女子喺洛杉磯市中心遛狗嘅時候，遭遇疑似無家可歸者嘅暴力襲擊。事件被監控錄像記錄落嚟，現已由洛杉磯警方展開調查。事件發生喺11月8號嘅早晨，地點位於洛杉磯會展中心對面嘅高層建築前。受害者話，襲擊者喺佢獨自散步嘅時候向佢接近，並且將佢推到建築玻璃上，對佢進行威脅。受害者大聲呼救，喺掙扎過程中，受害者被襲擊者擊倒在地。隨後一名路人喺聽到佢嘅慘叫之後趕咗過嚟，並且幫助佢制止咗攻擊。襲擊者隨後起身，好似乜嘢都冇發生過一樣離開。警方趕到嘅時候，嗰個男子已經逃離現場。受害者話襲擊者力量極大，且始終保持沉默，只發出聲音而唔講說話。洛杉磯警方表示，此案正係以性侵犯嘅名義進行調查。調查人員認為嫌疑人為無家可歸者，但尚未有人被逮捕。天使衛視記者編輯報導。